后来，这个立法院的龙头之战，民众党的背色到今也未宣布要投予倒一党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郭建明是大大来敲洗着郭文哲是咧作秀、演戏、炒声量，讲民众党应该关门咯。郭建明更加来呛声讲，这个民众党乃支持国民党，真明显就是想要分配利益，要摕到调集委员的食处。这个球是在柯 P 身上而已，还在观望，还在想，这党应该关门了吧？未从过年就爱人关的门大建，主要是因为民众党这关键背色到即马犹原还未决定。结国会改革来号令天下，来考虑各党，根本是食人牙慧啊！你演的戏大家都看得懂，你还演什么？所以路人皆晓啊，这不必搞政治人，你看得懂，这不要再演了吧。未随你搬拿白拖2.0，只是即摆受灾户变成执政的绿营。黄国昌阁提出单一调位制，这个课题国民党韩江培上早回应，他才可以在这里面和国民党叫板，就分一些东西出来嘛，他们分1、2个高位嘛。这个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啊。就明着支持单一国会，支持国民党，按的是想分赃嘛。尤锡坤嘛接受民众党国会改革的诉求，更加放条讲，虽然下方骂甲真惨，不过既然要承担，就要勇敢，甚至列出2项资料，强调民主先进的国家大部分是采用单一的调位制，而且民进党团顶改提案嘛有同款的建议。刘院长是个人意见，党有党团的立场嘛。那刘院长也知道，他只能属于意识中立吧。刘院长不可能去指导民进党要提出什么国会改革，也不可能去指导在野党嘛。这个角没有他没有这个角色嘛。这句话敢是讲尤锡坤无立场？单一国会以前我们也曾提过，但是古时因为我想，这是一个非常聪明性的，不可能赢者全拿。尤锡坤说什么，实际上立法院都是柯总召说了算的。尤锡坤院长是一位好人，但是实际上也没什么主导的力量。伫立法院，郭建明是化水的肩担，不过奈也这边总调的大战，罗树堡让步分歧。党主席朱立伦佫讲，伊对着党团的事务无插手。看目前南北互动，立法院的龙头就要产生啊！民进党敢若嘛有心理准备，未来伫立法院的争硬斗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